们就开始今天的音乐会。我们先请济南教会的黄牧师带我们做开会祷告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比听人的爸上帝，阮感谢你。伫今仔日你所定着的日子，阮组织伫你的名所设的教会来举行乱声音乐会。感谢上帝，你赏赐阮逐人有无共款的恩赐，特别也互阮会通通过歌声来献出阿罗的祭，献到伫主你的面前。阮今仔日新庄教会、济南教会、家己室内合唱团，以及阮侪侪好朋友，阮三个组织，是要为着将这诗歌来颂扬、来学乐。愿主你伫阮中间得到荣光，也愿阮所献的歌声，诚做芳芳的祭伫主你的面前，也叫你帮助阮伫服侍的中间。会通尊主最大，将一切荣耀来归伫你。阮也恳求你看顾阮今仔日整个这个诗歌的分享会，自头到尾有上帝你的圣神运行伫阮中间，诚做阮的祝福，诚做阮的帮助。阮的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免。